步係呢個簡學房新嘅制度去實施。呢一屆政府面對香港呢一個大難題劏房嘅問題，我哋好有決心去解決，俾到更多嘅選擇、更多機會大家咧去改善。我哋嘅實施咧係先登記嘅，完全喺呢一年內咧，我哋都唔會執法嘅，有足夠嘅時間去等個市場一步步咁樣去改善。呢一件係整個社會大家一個共同嘅願望。我哋整體目標咧都係希望改善大家嘅生活嘅，希望大家咧可以住得好啲，小朋友可以健康啲，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我哋一齊努力。簡學房咧今日係一個好好嘅開始，但係呢個只係第一步。我相信日後香港喺我哋共同努力之下咧，都可以安居樂業。簡學房個目標咧就係符合一啲最基本嘅標準，衞生安全，有自己獨立洗手間，有通風，係咪？第一年咧，我哋會呼籲啲業主咧先登記，然後咧佢就可以攞3年嘅寬限期，總共有4年嘅時間，一步一步去改善個環境。政府亦都好明白，一定要俾居民有得揀。已經出現咗好多嘅過渡性房屋、簡約公屋，同埋好多流轉嘅，大家唔使擔心話，咦我今日心儀嗰個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公屋好似住滿喎，交咗你哋嘅申請先。其實點解流轉咁快啊？因為佢會上長遠公屋㗎嘛。而家每一年咧係有3萬間嘅。配合簡學房條例嘅出現咧，我哋有6個服務隊。對於嗰個租務好似係濫收咗你啲水電費喎。同佢哋講嚇，睇下點樣將啲有關嘅資料咧係攞出嚟，我哋再跟。